各位朋友，早晨！今日係2014年嘅9月30號，佔中已經去到第3日。各位朋友，你哋喺出面嘅聲音，香港政府我相信已經係聽到㗎啦。警察已經係撤退，你哋周圍再冇警察喺度阻擋你哋係自由嘅。但係希望你哋都明白，過去3日香港銀行部分已經係關門，地鐵站影響，我哋嘅交通癱瘓，我哋喺世界上嘅知名度亦都係提升咗，因為包括澳洲在內已經向香港發出旅遊警告。各位，你哋嘅聲音已經被清晰聽到啦，你哋盡快撤離啦！你諗諗，如果事件繼續發展落去，邊個會得益？嗰啲想香港亂嘅人會得益，佢哋想見到你哋流血，甚至死人，呢個係咪你哋想見到嘅？我係孩子嘅爸爸，我係人哋嘅仔女，我屋企日日都有人等我返屋企。你有冇諗過你嘅爸爸媽媽、你嘅仔女，佢係咪等緊你返屋企？佢擔唔擔心你啊？我等着你回來，我等着你回來。希望你哋幫幫手，盡快撤離，返到你爸爸媽媽嘅身邊。各位爸爸媽媽，發個短信俾你嘅孩子，各位孩子發個短信俾你爸爸媽媽，讓佢哋早啲返到你身邊。佔中三子戴耀廷、陳健民、朱耀明，你哋收手啦！你係咪要香港亂？你係咪要香港死人？你先安樂！請你收手啦！我求下你哋！請你收手啦！